一字排开，粉红色、黄色、蓝色，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皮包，耀眼夺目。这一个个手工拼布包，都是出自这间隐身在台南巷弄的创意皮工厂。他们历经了20年手做包包的经验，从传统家庭代工开始做起，转型建立品牌。近几年更是在台南市文创商品竞赛中屡获佳绩。这背后最大的灵魂人物就是飞妈陈碧莹。像啊，这个房屋包就是刚刚在做包包的时候，不是专科毕业，就是用拼布式，就一块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的包包。我们旁边你看，就是有屋顶、有窗户，还可以打开这个拉链。那一直这个都是经典包，20年了哈。样式没有改，只有改颜色，就是很经典的一款包包，就是最先开始做包包的第一个包，它就可以无限延伸啊！你像这样子是小房屋，这样子是中房屋，这个是大房子，这个豪宅啊，这个是豪宅，就都是这样子拼出来的哈，都是一块一块拼，这2层的，这是1层的，所以变成这个包包。就是刚起先在做包包最新想出来的样式，这样子一直拼到最后就无限的延伸啊，一些金款包这样子，大块的啊，这小块的马赛克包，这小块的一直拼，一直像电视的打马赛克，就马赛克拼布包。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对包包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想要维持一家的生计，就是就先用纸打板，这样子一块一块来拼，好像就在做积木一样子，来拼出一个包包出来，真的是拼得出来啊！就变成我们不是科班出身的，就是这样子去把它推，就是一块一块把它叠出来，就觉得说，这样子来制造一个包包，可能也蛮有特色的啊！把它拼起来之后，觉得说，真的也效果也蛮好的啊！结果就朝着这个拼布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走出它的特色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与市面上一般皮质包款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敢玩颜色，甚至在皮包缝制方法上，也特意采用粗犷的制法。我觉得我妈妈的设计理念很好，因为她的那个脑袋天马行空。你看她60几岁了哦，可是她有一个很少女的心，她是一个少女心的那个婆婆，对，然后。他就是都会有一些很天马行空的作品跟想法，我觉得这个很好，把它保有下来，不上边油，你直接从皮侧就可以看到毛边，这是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真皮的方式。这样子的做法是一种比较颠覆的做法。我们不这样子，我们不去把它的边包起来，是让你一目了然的去看到它的原味。好，我们没有包边，也没有做那个背胶，背胶就是在皮后面的纤维上一层那个背胶膜，把它变得很平整。对，那真的是有时候消费者比较不懂消费者，除非你有研究哦，不然你不懂的，你看不出它是真假皮。对，所以我们保有粗犷的做法，其实是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是一看它就可以分辨出是真皮。然后2就是我们比较故意采用一些粗犷的一种做法。像比如说缝边有很多比较做皮革工艺，它绝对会做双针缝，好，我们就故意采用这个绕圈缝这样子的缝法啊，看起来就是你是不是一眼就觉得它手缝？年轻时就开始制作包包的飞妈，这20几年来几乎是全年无休，一针一线的在缝制皮件。但是和绝大多数的家庭式代工厂一样，辛苦的付出却始终无法有等值的获利。眼看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事业可能会成为泡影，女儿小飞提议要创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牌。品牌建立其实是我提出的啦，因为他在代工的那个时期实在是，我一直觉得他那个代工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他收的代工费用太低廉了。因为他比较老人家比较没有去想到说设计是有价的这件事情，那他帮人家代工是含设计、制造、物料全部一条龙，只收一笔钱，就是那个价钱实在是太低廉，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一间工厂的资
出，所以当然就是没多久之后就是会撑不下去。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在台湾来讲，很多人他的观念还是停留在说，啊，我找这种代工，我就是要价格会压得很低，然后那个要求的数量却也没有出来，都会有这种问题啊。所以我就会跟我妈讲说，在台湾不要做代工，代工真的太辛苦了，除非你有拿到大单，但通常大单是来自国外，不会在国内，比较少。那再来就是我们工厂也不大，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像人家外面那种比较大的工厂的那种这么大单的方式，所以我才跟我们家的人讨论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方式来经营自创品牌，来经营这样子。那自创品牌一开始的路上一定会非常辛苦，可是我们比别人多的优势就是我们是直营的工厂，我们是原生的工厂，我们不用经过中间很多层的剥削，我们直接对消费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定价压的没有一般自创品牌的定价，他们都会定得很高。以真皮的制品来讲，那我们就是把它定于在中下一点点，因为是工厂直接对消费者嘛，你的价格只要是平时，其实大家觉得你的东西特别，他们都可以接受。好，那在台湾自创品牌其实非常的辛苦，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他还是会有一种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的这种消费心态，所以在台湾做一个品牌要爬起来是真的是非常痛苦，就好比天堂路一样，你要一直在一路上不断的去撞，然后会流血、会流汗、会流泪这样子。建立品牌之路十分艰辛，除了要不断的开发特色商品外，该如何让消费者看见他们，进而吸引顾客走入巷弄内来购买？这种种的问题不断的考验着他们。2014年偶然的机会下，他们参加了台南文创商品比赛，以老房子系列一举拿下台南文创商品的冠军，也让品牌从默默无闻开始发光发热。第一，我们的工厂默默无闻，然后它又在巷子里面，我们又没有在路边的街边店，然后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目标，所以只能靠网络上的曝光。但是网络上的曝光，它的经营是需要时间的。那参加比赛这件事情是在就是我们刚创品牌的前1-2年的时候，那时候台南的老屋新力刚在崛起，在前几年的时候刚在崛起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台南市它有一个10大文创商品的比赛，它其实已经办非常多年了。但是我们自己自创品牌之后，我才发现有这个比赛。我的灵机就一动，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们来参加比赛。有第二不第二算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嘛。那也当作是磨练自己，然后。因为我们是以工厂下去转型的，对于设计这一点，我们不敢说我们非常的卓越，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去跟别人学习。那参加比赛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砥砺，对自己一种成长上的一种帮助。所以那一年就是第一次参加10大文创的时候，就跟妈妈讲说，她觉得台南，人家想到台南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他想了很久，就一的搞工老厝，他就是跟我说老房子。那一年就是我刚刚讲，刚开始老屋新力非常，应该是说雨后春笋，慢慢再出来。这几年已经很饱和了，所以我们在那一年以这个元素做出来的产品去比赛，我觉得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因为那时候对于这个老屋的这个商家还不是说真的非常的这么的多。那是我们第一次参赛，结果第一次就得了第1名。我觉得那连续得了几年的奖之后，是一种鼓励，那当然也是一种压力。我就常常跟每一年，我们几乎每一年现在都参加比赛，都是自己给自己压力。现在今年就讨论，那我们比赛的内容，那要跨越什么的那种，总是有一个瓶颈，总是要去把它突破。就是我是想把说。比如讲，我们这个台南的文化的产品，能到各国去，让每个人每一个国家看到我们台南市的这些文创，
这是我的梦想啦。那我不知道，我们有努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达到。那包包的品牌的话，我是希望把它做得更精致、更有知名度，这样。眼前这一区就是这几年飞提所开发设计的文创商品，它的名字叫做红砖瓦片包，它有砖块下去拼成一个包包，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瓦片的屋顶。那这个瓦片屋顶，我们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去研发它，就是我们想要让它看起来像一块一块的瓦片，像这样子一块一块可以翘起来的瓦片，可是它翻开却只有一层盖子，好，它是不是6层皮叠起来的？否则这个盖子会非常的重。那这个瓦片研发出来之后，车上去我们自己都觉得哇，怎么那么的立体？这样子，有了这个盖子，有了这个它的屋顶就加分了很多。然后它的瓦片的屋顶配上红砖的身体，在一个老旧的拱门，所以它的形象非常的鲜明，就是一个老式的房子。那这个近几年就是很受到日港韩的游客的喜欢。我有发现，就是日本、韩国、香港，其实喜欢我们的东西就是日港韩这3国是最多的。我有发现他们很喜欢、很着迷我们台南的这种古都的元素。他们喜欢我们台南的这种氛围，很慢活的感觉。那第2个销售最好的应该算是，没有，应该是第1个销售最好是这个是这2年受到青睐嘛。那这一个的话是我们104年就有得奖的商品，它叫做老房子存钱筒。但其实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做 Key Gay。Key Gay 的老人在讲，很有寓意。Key Gay 的话就是我们给他的设计的理念就是把钱存在房子里面，把钱存在房子里面。然后他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开口，让你不是很轻易的可以把钱拿出来，这样你才不会乱花掉。当初这个104年他得奖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包装的商品。那我们就会常常遇到，基本上这个都是买去送人的比较多啦。客人都会跟我们讲说啊，我被赏了，没那你帮我包几嘞？啊嘛，我们在那边改包，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很四四方方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要赋予它一个很专业的、很有特色的外包装，但是我们又不是专门是做包装的，于是我们就花了钱请专业的设计公司帮我们设计。然后后来设计了这个盒子，给它大大的加分。真的是从可能这个东西放在远远的地方，客人远远的走过来，就第一个拿起来就会是这一个商品，因为它的外盒啊，它合起来也是一间老房子，可是当它拆开的时候，包装是不用丢掉的，它会变成一个三合院的展台，打开变成一个三合院，老式的三合院，然后它的元素很可爱，很特别，你要细细的去看，它有这个小时候的跳房子，然后还有沙坑。就是有一些比较很古老的元素，然后这个是蓑衣，就是以前古时候的雨衣，这样子把它做成一个展台。那这样子包装盒就不用把它丢掉，它也不会浪费掉。但是它合起来变成一个包装的时候，送人就是非常的漂亮，也有意义。你有发现我们的老屋元素很多，因为真的发现很多。就是外国的游客很喜欢这种古都的感觉，所以这一系列商品我们有融合了很多台南的老厝这种元素在里面。那这个也是很受到非常多人青睐。这一个没有去比赛过，也没有得过任何的奖，可是它的销量非常的好，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当初设计的理念是说把台南带出国，所以它是一个护照，套。那通常我们会带护照出去，就是护照、纸钞跟几张重要的卡，所以就是这边可以放5张卡，然后这边可以把机票整个插进去，它很深，可以放机票跟纸钞。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护照，护照的话就可以套在这边，然后护照打开的地方还可以放零钱，但是它的合起来却是一个老房子。对，这个我有带去日本出国的时候有带去日本过，这有日本人问我，可是因为我跟他语言不通，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介绍我们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一直跟我说卡哇伊卡哇伊，然后一直跟我要去摸这样子。然后这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门 can， 好，
那以前没有电铃嘛，你只能用门坑扣扣，所以这里有一个门坑，它这个还蛮可爱的。好，然后这个也是很多这个购买的人就是以女性居多，因为这个是兰花，这个是阿嬷，那个台湾阿嬷不是一个阿嬷哦，它是一个兰花的种类的名称，它是一个原生种。那兰花是我们的市花嘛，所以我们就以兰花下去设计了一个零钱包，很可爱。那这个零钱包它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它有一个很长的链子。那这个链子的好处就是说，我们的包包啊，外面如果有这种扣环，你把它扣着，那你把它丢进去包包里面。当你要拿零钱包的时候，你就拉这个链子，你就找到你的零钱包了，就不用一直在大海捞针捞你的零钱包，捞不到。好，然后它这个外面是兰花的造型之外，最可爱的是这个花包。好，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花包，它其实是用一片牛皮卷起来的，它是一个很立体的刀模，那种立体刀模是上下刀模打印的，所以它打印起来牛皮就是会有点卷了之后，我们再把它包起来变成一个花包。这个花包就是蛮多客人都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而在飞提另外一个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这间小小的工厂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家族成员。飞妈与2位儿子负责包款设计，飞妈充满少女般的创意思维及经验，自然不在话下。有美工专业的长子陈介峰及学3D 电脑的小儿子陈正哲，2位的加入也增添了更多年轻人的创意。而女儿小飞只是努力的经营自家的品牌，全家人齐心协力，只为了打造出辨识度高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包包。这个就是小马包1代跟2代，对，算是我人生第一个女包成品。1代的话，它其实你看背后它就是盖子跟脚直接结合。当初是想说，这样子不会露馅，还不错。但是后来其实发现说不好用，这只脚对在这边垂着，其实不是很方便，而且它包现在大概就只能放手机了，对，大概放一只i7就满了，对。那时候会改版的动机是因为有那个，应该都有听到王仁甫的女儿到林百货，就是有看到说哇很可爱，然后就买给她，对。然后你知道我们都客人喜欢，我们就真的假的？好，那我们来改版一下，再来一个新的这样子。那这个的改版的需求就是说，我们要让它的可用性要更好，对，然后造型也要多一点变化，因为像这个只有一只马的身体而已，如果你加了一个马鞍在前面，感觉就更可爱，好像可以真的骑上去的感觉。就其实也蛮多人问的，你是不是也是念裁缝、念缝纫的？是不是时尚设计的？哇，男生念时尚设计应该很累啊。不，我是做游戏的，就完全不一样。对。其实我是觉得设计的话，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理念。对，它不会因为说你是什么不同设计的，当然你在本业上的熟练度，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培养出来的精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应该算是年轻人世代，就是游戏世代，从小打电动长大的。其实当初是要做一个像是人家那种斜挎在前方的小包包，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我妈说我很闷骚，摩羯座很闷骚，所以我就觉得要做一个斜挎包，可是我又觉得市面上太常见了，那我就改一下自己想一想。然后因为平常很爱玩游戏嘛，对，都当那种骑士啊、倾家荡逸这样子。想说来当个现代的骑士，可以背个盾牌在后面这样子，或者是背在前方这样。然后就开始设计，然后这是算第一款，对。这一款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这种十字架的设计，就是那时候看到什么圣殿骑士，有没有副总统？圣木骑士团的骑士，对，就是融合一些关于游戏的元素啦，对，就是像十字架后面那个
这个符文的图案，但是这个其实说用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好用，对，当然造型是蛮特别的。那因为我们就是做完，我们都会工厂里面大家讨论一下，说，其实我妈其实她也是蛮能接受一些新的设计的东西啊。她说，很特别，可是这个一些细节地方、方便度啊，一些功能性再加强一下，对，然后就是就继续加强了，对，然后这就是算第2版，对，第2版就是这样子。第2版从前面的就是，前面这个原本是一个小袋子，这样子可以抽起来的，对，里面可以放东西这样子，对，但是这个其实不方便，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改成像，有一点像是这放手机的袋子。那你除了你放手机之外，你打开来，里面你看你要放随身碟啊，还是放什么行动电源啊、小东西啊、卫生纸，这种靠夹住的，让你比较好方便抽取啊，对啊。然后后面就是，其实这一点我是蛮佩服我妈妈的，对，这个就是包包不是都有提把，对，我们想说那时候想说提把的话好像又太简单，可是上面又没地方做。然后我妈就说：“啊，你很简单，你都盾牌，那你就拿起来当盾牌咯。”对，这个提把式其实就是她的发想，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就是家人间互相去激发灵感这样子。对，我们都是头层皮哦，牛的头层皮，还有这个存钱筒，它就是砖红色，你要做的跟以前那个我们的红砖很。就行，就是看起来就是安尼有成一个红砖啊，我们的剑丝，所以我用的就是本蓝皮，本蓝皮起来哈，你看的含这个红砖啊，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啊，一般那个存钱筒，像木头的存钱筒，你要拿钱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打破，才能把钱拿出来。那我们就是设计说。钱存进去之后啊，定压的时阵就从这边打开，可以把钱掏出来。所以这个也我们就把它取名字叫做 Key 给处。有很多人哦，结婚喜庆都会来买这个去送人家。啊，我们就是先把它一片一片的完成之后，我们就是要把拉链先把它缝上去，固定好拉链之后。再来一片一片的，就一针一线把它缝起来啊，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啊，就是台南的味道，红砖啊厝存钱筒。我觉得经营一个品牌辛苦的地方，第一就是能见度，第二就是认同感。他认同你这个品牌的精神，你的品牌故事，你的品牌价值。他因为认同你，他才会把钱掏出来买单，对，所以但因为我们的品牌故事并不是自己随便编一编，但我们真的是走了一段真的很崎岖、很辛苦的路，包括工厂倒闭，然后我妈妈之前是罹癌嘛，她是自创品牌没多久之后罹癌的。那其实自创品牌这条路逃了 T 啊，结果主要制造者却罹癌了，那时候都真的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走下去。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走下去，可是你就是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你投入的钱都下去了，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自创品牌前几年真的太辛苦，然后没有知名度，但是工厂每个月都要支出，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大概半年就可以把一个品牌弄倒。那我们跟人家比较不一样，又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们全部是一家人，所以没有薪水也没差。对，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是无偿、没有薪水的在做事啊。上面一例一休，一起不可以的代志啊，6日都在做啊，到晚上都还是在做，可以做，觉得有事情做是一件好事，所以有工作做就做这样。这是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比较跟一般的品牌经营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就是，不管在设计东西也好，还是通路的经营也好。还是说任何所有的细节需要讨论的细节都好，就是一定要吵架，一定要吵架，
但是一般同事跟同事之间吵一吵隔天，他会说我不干了，但家人不会，吵一吵隔天又好，啊你给他们讲啥？给他们凌晨2点，就是很像没有事，因为就是一家人嘛。所以那一家人的好处就是说，吵架一定会有，碰撞一定会有，但是我们的容忍度都是非常的高。然后，也许我当下说出来的意见他们听不下去，可是默默的他还是会去改变这件事情。因为看妈妈这样子打拼是蛮辛苦的，而且家里有一个已经有一点年纪的行业，看他这样子消失，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啊。既然自己有能力去帮忙，可以去接一下这个担子的话，我觉得这是还蛮值得荣耀的事情。飞马一家所有成员每日穿针引线，重复每道工序，透过细腻的心、温暖的手所打造出最特别、最独一无二的手工包。其所设计的 MIT 文创商品，也让全世界看见台南的文化。而他们精彩的生命故事，在台南的巷弄内也正持续上演着。